各位街坊、各位老友記，或者係各位乖仔乖女，大家好，歡迎嚟到理財真講話。今日要同大家探討一個同我哋每一個人都息息相關，甚至直接影響大家銀包厚度嘅重要話題。而家已經係2026年，整個大環境、宏觀經濟，以至我哋嘅生活模式，都發生緊翻天覆地嘅變化。大家有冇發覺，身邊越嚟越多已經退咗休嘅長輩，又或者係步入中年嘅朋友，都開始心思思想要重投職場。其實呢個絕對唔係一件壞事，反而係一種極具活力嘅文化生活現象。為咗鼓勵大家重新出發，香港勞工處推出咗一個非常之吸引嘅政策，就係再就業津貼試行計劃。今日呢條片，我會同大家抽絲剝繭，深入淺出咁徹底拆解呢個津貼嘅所有細節，教大家點樣透過簡單嘅3個步驟，就可以穩穩陣陣、合法合規咁賺進高達2萬港元嘅津貼。大家一定要打醒12分精神，由頭睇到落尾，因為入面有好多隱藏嘅細節同埋容易中伏嘅位，聽漏少少都隨時見財化水。記得將呢條片施壓俾你身邊嘅親戚朋友，等大家一齊受惠。我哋先嚟宏觀咁睇下2026年嘅社會經濟環境。隨住全球經濟結構嘅轉型，再加上通脹嘅壓力，好多人辛辛苦苦儲落嘅退休金購買力其實係慢慢下降緊。以前啲人成日話60歲退休就可以印印腳享清福，得閒去飲客茶行客山。但係隨住醫療科技日益進步，香港人嘅平均壽命越來越長，好多老友記去到60歲甚至65歲、70歲，身體依然非常之壯健，魄力十足，甚至比好多後生仔更加捱得。如果咁早就要完全脫離社會，日日困喺屋企對住4埲牆，其實好容易會覺得與社會脫節，甚至會影響心理健康同埋腦部活躍程度。從經濟學同埋人口結構嘅角度嚟睇，社會亦都極之需要呢班擁有豐富人生閱歷、做事穩重、有責任心嘅銀髮族重投勞動市場，填補各行各業嘅人手空缺。所以勞工處呢個津貼計劃可以話係一石二鳥，既可以幫輕大家嘅生活負擔，又可以釋放社會潛在嘅勞動力。到底呢個再就業津貼試行計劃係乜嘢來頭？其實政府推出呢個計劃嘅初心係為咗鼓勵一啲已經離開咗職場一段時間嘅中高齡人士再次返工。無論你係因為之前要照顧屋企人，因為身體狀況需要休息，定係純粹退咗休想復出，只要你符合年齡同埋待業期嘅要求，政府就會真金白銀咁派錢俾你。重點嚟啦，到底咩人先至合資格？政策規定，參加者必須要年滿40歲或以上。冇錯，40歲已經符合資格，但係我哋今日嘅重點會放喺60歲或者以上嘅老友記身上，因為你哋先至係呢個計劃最大嘅潛在受惠群組。除咗年齡達標，另一個最核心嘅條件就係你必須要連續3個月或以上冇做嘢，即係所謂嘅待業狀態。只要你符合呢2大條件，恭喜你，你已經成功攞到呢個計劃嘅入場券。咁到底點樣先可以將嗰2萬港元袋落袋？我哋而家就進入戲肉，教大家簡單3部曲。第一步，亦都係最關鍵嘅起步點，就係登記參加計劃同埋確認你嘅待業資格。大家要留意，呢個津貼唔係你隨便出面份工，然後同老闆講聲就可以攞到。你必須要透過勞工處或者佢哋認可嘅機構去進行正式嘅登記。你可以親身去勞工處嘅就業中心，或者透過佢哋嘅網上平台處理。喺登記嘅時候，你需要申報自己已經連續3個月冇從事任何有薪工作。呢個3個月係點樣計嘅呢？就係由你對上一份工嘅最後工作日開始計起，足足90日之內，你都冇受僱、冇自僱，亦都冇做過任何有收入嘅兼職。政府係會有機制去核實呢啲資料嘅，例如查閱你嘅強積金供款記錄。所以大家申報嘅時候一定要如實作答，千祈唔好因為一時貪念而報大數或者隱瞞，否則隨時會惹上官非，因小失大。完成咗第1步嘅登記之後，我哋就進入第2步，供同埋成功入職。呢個階段其實充滿住機遇同挑戰。勞工處嘅就業中心會有專人協助你配對合適嘅工作，你亦都可以參加佢哋舉辦嘅招聘會。大家可能會問，我幾十歲人仲可以做啲咩呀？大家千萬唔好睇小自己。喺2026年嘅今日，市場上對於有經驗、有耐性、流失率低嘅中高齡員工係非常之渴求。無論係物業管理、保安、零售店務員、餐飲業嘅知客，甚至係一啲文職、後勤、客戶服務熱線，都非常歡迎老友記加入。最重要嘅係呢個計劃係非常有彈性嘅。佢唔單止涵蓋全職工作，連兼職工作都一樣有份。全職同兼職嘅定義係點樣區分？一般嚟講，只要你每個禮拜工作時數達到30小時或以上，就會被界定為全職。
如果每個禮拜工作時數介乎18至少於30小時，就會被視為兼職。呢個彈性對於好多隻想打發時間或者要兼顧湊孫嘅老友記嚟講，簡直係完美嘅設計。你可以根據自己嘅體力同埋時間分配，去揀一份最適合自己嘅工作，唔需要夾硬逼自己做到5勞7傷。當你成功獲聘，而且順利返工，我哋就進入最興奮嘅第3步：留任同埋申請發放津貼。呢個津貼係分階段發放嘅，目的係鼓勵大家做得長久。如果你係做全職工作，當你連續完成咗6個月嘅工作之後，你就可以向勞工處申請發放第1期，即係1萬港元嘅津貼。如果你繼續做落去，做到滿12個月，你就可以申請發放第2期，即係額外嘅1萬港元津貼，加埋一齊，合共就係2萬港元。如果你選擇嘅係兼職工作，津貼額就會減半，即係做滿6個月可以攞5000港元。做滿12個月可以再攞5000港元，總共1萬港元。呢筆錢對於幫補家計、去旅行散心，甚至乎買多幾罐好啲嘅奶粉俾個孫，都絕對係一個非常好嘅數目。不過世事無絕對，返工總會遇到好多不可預期嘅變數，我哋必須要深入探討一啲常見嘅陷阱同埋突發情況，等大家可以未雨綢繆。好多街坊最常問嘅一條問題就係，如果我做下，覺得份工唔啱自己，或者老闆頂我唔順炒咗我，咁我之前做落嗰幾個月咪白費晒？筆津貼係咪就咁化為烏有？大家可以放心，政策嘅設計其實係相當有人情味嘅。勞工處明白，重新適應職場係需要時間嘅，勞資雙方都可能需要磨合。所以計劃係容許參加者喺12個月嘅津貼期內轉換工作嘅。不過大家要特別注意一個關鍵細節，你轉工嘅過渡期，即係2份工之間嘅空窗期，係有嚴格限制嘅。通常呢個空窗期唔可以超過1個月，即係話如果你喺第一間公司做咗4個月辭職，你必須要喺1個月之內盡快態度並入職第2間合資格嘅公司，然後喺第2間公司繼續做多2個月。只要你2份工加埋嘅合資格工作時間湊夠6個月，你依然可以成功攞到第1期嗰1萬港元津貼。為咗令大家更加清晰，我哋一齊睇下一個真實嘅情況。陳伯今年68歲，退咗休3年。佢登記咗計劃之後，喺1月1日開始喺一間連鎖超市做全職理貨員，做咗4個月之後，去到4月底，佢覺得日日搬重嘢，條腰有啲頂唔順，於是就辭咗職。陳伯休息咗2個禮拜，喺5月中去咗屋苑做全職組更保安。只要陳伯喺保安呢份工度繼續做多2個月，即係去到7月中，佢前後加埋就做夠6個月全職，咁佢就可以順利攞到第1期嗰1萬港元津貼。但係如果陳伯辭咗超市份工之後，走咗去旅行，休息咗2個月，先再去返工，咁就對唔住啦，因為空窗期超過咗規定，佢之前嗰4個月嘅年資就會被一筆勾銷，需要由新工入職嗰日重新計過6個月。所以大家如果真係要轉工，一定要計好條數，最好就係定新工先至辭舊工，做到無縫交接，咁就最穩陣。另外一個大家非常關心嘅問題就係請假會點樣計？年紀大、機器壞、傷風感冒或者要去復診，請病假係好正常嘅事。根據計劃規定，只要你係按照僱傭條例享有嘅法定有薪病假、有薪年假或者法定假日，呢啲日子全部都會計算入合資格嘅受僱期入面。但係如果你請嘅係無薪假，情況就唔同啦。如果你請咗一段長時間嘅無薪假，你嗰個月嘅總工作時數可能就會唔達標。舉個例子，如果你係做全職，要求每星期做滿30小時，但係你嗰個禮拜請咗幾日無薪假，搞到做唔夠30小時，咁嗰個禮拜可能就唔計數。你需要將整個留任期往後順延，補返足夠嘅時數先可以攞到津貼。所以老友記返工，健康始終排第一，但係請假之前最好同主管溝通清楚，了解下會唔會影響自己申請津貼嘅進度。除咗打工仔自己要注意，其實作為僱主，2026年嘅今日亦都要非常之熟悉呢個政策，因為呢個係一個勞資雙贏嘅局面。政府為咗鼓勵老闆聘請中高齡人士，其實仲有配套嘅中高齡就業計劃，向僱主發放在職培訓津貼。即係話，老闆請你，老闆自己都有津貼攞，所以大家去見工嘅時候，絕對可以挺起胸膛，充滿自信。你唔係去求老闆俾份工你做，而係你帶住政府嘅資源同埋你豐富嘅經驗去協助公司發展。大家要學識包裝自己嘅優勢。我哋冇後生仔嗰種頻繁跳槽嘅浮躁，我哋更懂得人情世故，處理投訴或者應付難搞嘅客人，往往可以4兩撥千斤，化干戈為玉帛。呢啲軟實力係幾多錢都買唔到嘅。我哋再深入探討下呢個政策對香港整體文化生活同埋經濟結構嘅深遠影響。
去到2026年，我哋已經正式步入咗銀髮經濟嘅黃金時代。長者再就業唔單止係為咗嗰2萬港元，更加係重新定義緊咩叫做退休。傳統觀念入面，退休等同於衰老、無用、依賴。但係今日嘅長者透過重投勞動市場，正喺度向全社會展示一種積極、自立、老而彌堅嘅新生活態度。好多老友記返工之後，因為要接觸新事物，例如要學識用最新嘅收銀系統，要用手機 App 打卡報更，無形中強迫自己大腦不斷運轉，學習新技能。呢種持續嘅智力刺激，醫學研究已經證實係預防腦退化症最有效嘅方法之一。同時，返工提供咗一個絕佳嘅社交平台。以前日日喺屋企對住老伴，容易有摩擦，而家返工可以識到新同事，有傾有講，下晝放工一齊去飲個下午茶。生活圈子闊咗，成個人嘅精神面貌都會煥然一新。我識得一位李婆婆，65歲，本身喺屋企日日睇電視，睇到瞌眼瞓。後來參加咗呢個計劃，去咗一間社企餐廳做兼職侍應。佢話而家日日都好開心，因為啲後生仔同事當佢係阿媽咁尊重，客人又讚佢沖啲奶茶好飲，嗰種被社會需要、被別人認可嘅滿足感，係幾多錢都買唔到嘅。嗰1萬蚊兼職津貼對佢嚟講只係錦上添花，最珍貴嘅係佢具返生活嘅重心同埋個人嘅尊嚴。對於海外華人觀眾或者係台灣嘅朋友，雖然你哋未必可以直接申請香港勞工處呢個津貼，但係呢種鼓勵中高齡人士再就業嘅宏觀政策方向，絕對係一個值得參考嘅國際趨勢。面對全球性嘅人口老化，點樣將龐大嘅銀髮族轉化為社會嘅動力，而唔係負擔，係每一個發達經濟體都必須要面對嘅課題。大家喺自己嘅居住地，亦都不妨多啲留意當地政府有無類似嘅就業補助政策，善用身邊嘅資源，為自己嘅下半場人生規劃得更加精彩。總結一下今日嘅重點內容：2026年勞工處嘅再就業津貼計劃，絕對係各位40歲以上，特別係60歲以上待業老友記嘅福音。只要你連續3個月冇做嘢，跟住完成簡單嘅3部曲：第一，合法合規登記；第二，成功配對並入職全職或兼職工作；第三，堅持做滿6個月或者12個月，控制好轉工嘅空窗期，你就可以將最高2萬港元嘅津貼穩穩陣陣咁收入囊中。呢個政策唔單止係金錢上嘅補助，更加係一份鼓勵，一份肯定，鼓勵大家重拾自信，再次喺社會舞台上發光發亮。各位老友記，年齡只不過係一個數字，絕對唔應該成為限制你發揮潛能嘅枷鎖。如果你或者你身邊嘅長輩仲有心有力，不妨勇敢踏出第一步，去勞工處了解下呢個計劃。人生嘅下半場絕對可以比上半場更加精彩，更加豐盛。如果你覺得今日嘅資訊對你有幫助，請你一定要俾個大大的 like 呢條片，呢個係對我最大嘅支持。記得訂閱我哋嘅頻道，開啟埋旁邊嗰個小鈴鐺，咁你就會第一時間收到我哋關於宏觀經濟、職場動態同埋最新政策嘅深度分析。最重要嘅係將呢條片嘅連結 send 去你哋嘅家族 WhatsApp 群組，send 俾你身邊所有親戚朋友，等多啲人知道呢個可以賺進2萬港元嘅好消息。防失業、保增值，我哋每個人都可以做到。多謝大家嘅收睇，我哋下一條片再見。祝大家身體健康，工順利，財源廣進。拜拜。